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懸案錄》。一個身高1米8嘅大男人，點解會甘心全身赤裸，好似畜生咁被鎖喺房入面足足1個禮拜？佢每日唯一嘅放風時間，竟然係趁室友唔喺度，赤條條咁出嚟幫情婦洗內衣褲。呢種病態嘅控制，最終因為一餐宵夜徹底失控。當警察破門而入嗰陣，呢個男人竟然仲喺浴室斯斯然咁沖緊涼，而佢身後嘅單位已經變成咗2對母女嘅行刑場。到底係點樣嘅羞辱，會令一個有頭有面嘅主管變成一個殺紅咗眼嘅全裸惡魔？今日我哋就嚟講解呢單轟動終身嘅義順三屍命案。2008年9月18日，新加坡義順11道第349座組屋。呢度係一個典型嘅新加坡住宅區，平時治安極好，住戶大多係家庭客。但喺接近午夜12點嘅時候，一聲淒厲嘅女人救命聲打破咗寧靜。據住喺對面大廈嘅居民吳先生回憶，佢先係聽到爭吵聲，開頭以為係普通家庭糾紛，但冇幾耐，佢見到6樓一個單位嘅窗邊有個女人身影喺度掙扎。緊接住一聲巨響，一個着住紫色睡衣嘅女人由高處墜下，重重咁跌喺1樓嘅草坪邊緣。居民報警後，救護員嚟到亦確認墜樓，女子當場死亡。死者叫楊潔，36歲，係一名嚟自中國瀋陽嘅陪讀媽媽。警方封鎖現場後，發現死者並唔係跳樓自殺，因為喺佢身上除咗墜樓嘅創傷，仲有好明顯嘅刀傷。警員隨即逐層搜查，最後鎖定6樓一個轉角單位，門口嘅地氈同門柄上面竟然有明顯嘅血印。當警員不斷拍門要求進入嘅時候，屋入面傳嚟花灑水聲。過咗5分鐘，門先有人打開。一個身高超1.8米、身材高大嘅男人出現咗喺警方面前。佢叫黃志劍。當時佢啱啱沖完涼，身上只係簡單披住衫，眼神冷漠到令人發寒。佢見到警察唔係即時求救，亦唔係驚慌，而係冷靜咁講咗句：佢哋一直虐待我。警員隨即衝入屋內，眼前嘅景象令所有人震驚。喺單位最入面嘅睡房，張夢同佢個女小雨倒喺血泊之中。張夢身中44刀，傷口深可見骨，而佢個女亦身中42刀，2個人明顯已經死亡。更令人心碎嘅係，喺廁所門口有另一名14歲嘅細路女小林倒喺血泊之中，但因為佢手指仲有微微喐動，醫護人員隨即將佢送院搶救。佢亦成為咗呢場屠殺中唯一嘅生還者。一個單位4個女人，3死1重傷，而兇手竟然係呢個喺現場休閒沖涼嘅男人。要解釋呢場血案，時間要倒流返去2005年嘅中國天津。黃志劍原本喺天津一間事業單位做主管，有個幸福嘅家庭，但佢性格比較內向、執着。當時佢遇到咗張夢。張夢係一個強勢有事業心嘅女強人，喺天津經營貨運生意。雖然2個人當時各自有家庭，但依然發展出咗一段熱烈嘅婚外情。黃志劍對張夢嘅愛近乎瘋狂，佢為咗證明自己對張夢嘅愛，喺背脊紋咗張夢嘅頭像，仲喺手臂紋上死神同蛇仙嘅圖案。黃志劍甚至願意為咗張夢放棄原本穩定嘅工作，提前退休。2007年，張夢離婚後帶咗女兒去新加坡讀書，黃志劍亦隨即申請旅遊簽證，多次往返新中兩地，只為咗守喺張夢身邊。但去到新加坡之後，2個人嘅關係開始出現失衡。張夢佢租咗義順呢個單位喺新加坡做陪讀媽媽，為咗慳錢，佢將其中一間房分租俾另一對母女楊潔同小林。由於黃志劍係用旅遊簽證入境，唔可以合法工作，亦唔想俾室友發現屋入面住咗個大男人。張夢對黃志劍提出咗一連串變態嘅要求。黃志劍喺庭上嘅供述
揭開咗佢喺義順單位內嗰段黑暗嘅生活。佢聲稱張夢為咗控制佢，要求佢除咗食飯同瞓覺，其他時間都要留喺房入面，唔准踏出房門半步，甚至連室友喺屋企嘅時候，佢連廁所都唔可以去，要喺房入面用尿壺同膠桶解決大小二便問題。最令人震驚嘅係，黃志劍話張夢規定佢喺房入面必須全裸。根據佢嘅講法，張夢係為咗防止佢偷偷出街或者私藏現金，所以要求佢除咗底褲以外咩都唔可以着。如果發現佢着衫，張夢就會對佢冷嘲熱諷，甚至喐手打佢。黃志劍一個大男人喺國內原本有頭有面，但喺新加坡竟然變成咗一個無名無份、被全裸囚禁喺房入面嘅性奴同苦力。佢每日嘅工作就係等室友出街之後，赤條條咁出嚟幫張夢兩母女洗內衣褲同執屋清潔。長期嘅壓抑、缺乏社交，加上經濟上完全依附張夢，令黃志劍嘅自尊心粉碎。佢心入面累積咗大量對張夢嘅恨意，但同時又離唔開對方。呢種愛恨交纏嘅扭曲心理，終於喺2008年9月18日晚上徹底爆發。案發當晚，黃志劍同張夢又因為喺生活費上面嘅問題嘈交。張夢當時提出想食蟹做宵夜，但黃志劍覺得蟹太貴，勸佢節儉一啲。就係呢句說話觸動咗張夢嘅神經。張夢開始辱罵黃志劍，話佢係靠女人養嘅廢物。呢啲說話對黃志劍嚟講係最後一擊。點解自己淪落到要喺新加坡受呢種羞辱？凌晨時分，當張夢同個女入睡之後，黃志劍嘅情緒終於爆發。佢赤身裸體行入廚房，拎起咗一把鋒利嘅切肉刀。佢先走入張夢間睡房，對住熟睡中嘅張夢瘋狂亂斬。張夢喺劇痛中醒過嚟，尖叫，驚醒咗隔離床嘅女小雨。小雨嘗試上前救媽媽，但黃志劍已經殺紅咗眼，轉身亦都對住呢位17歲嘅少女瘋狂亂斬。殺完張夢兩母女後，黃志劍擔心住隔離房嘅楊傑兩母女會報警，於是決定滅口。佢先追殺14歲嘅小林，將佢斬倒喺廁所。楊傑見狀，嚇到由廚房窗口爬出去，企圖避開黃志劍，但黃志劍唔肯放過佢。喺一輪亂斬之中，楊傑最終失足墮樓，當全屋歸於死寂。黃志劍並冇逃走，而係冷靜咁行入浴室，沖走身上面嘅血跡，直到警察拍門。喺2011年嘅審訊中，呢單案嘅焦點在於黃志劍嘅精神狀態。辯方律師提出，黃志劍因為長期受到張夢嘅非人道對待同囚禁，導致佢患上咗反應性精神病，行兇時處於神志喪失狀態。但控方反駁，黃志劍喺行兇後識得去沖涼清理現場，證明佢當時係有清醒嘅判斷力。而且喺幸存者小林嘅證詞裏面，黃志劍喺追殺佢嘅過程中，目標非常明確。最終法庭認為黃志劍嘅行為係出於仇恨同報復，而唔係精神失常。根據新加坡刑法第302條，黃志劍被判處強制死刑。2011年，呢個為愛瘋狂、為恨屠殺嘅男人喺新加坡將移監獄伏法。義順三屍命案表面上係一單情殺，但背後折射出係一段權力失衡嘅恐怖關係。當控制變成習慣，當自尊被隨意踐踏，暴力往往就係唯一嘅出口。邪惡未必係天生，有時係喺日常生活嘅壓抑中一點一滴累積出嚟。今日嘅案件解說就到呢度。如果你都中意我哋呢個頻道，記得加關注同俾個 like， 亦都歡迎喺下面留言講講你嘅睇法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